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6年的6月2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47篇，创世纪22章15节到18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9节到1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甘心乐意。亚伯拉罕在100岁的时候，终于获得了上帝所应许的儿子。我们回顾他的一生，从呼召开始的25年中间，他着急的为了想要早日看到上帝的应许成就，他又想说让自己的仆人的儿子来成为自己的继承人。后来他的太太也等不及了，就将自己的女婢送给了亚伯拉罕。这么样的一个处心积虑的人，一旦获得了应许，应该就非常不容易放手。特别是我们知道他到100岁，他的太太到90岁才生儿子。也因此我们看到上帝就考验亚伯拉罕呢，上帝要求他要将独生子以撒献给上帝。当然，我们从另外一个圣经考古学的角度来看，上帝有意要从亚伯拉罕来改掉当时候这种献儿子啊、献女儿的这种外邦的陋习。那实际上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，上帝是在考验亚伯拉罕的心智。上帝非常满意亚伯拉罕那不徇私的生命态度。因此上帝就再一次的应许要加倍赐福给他。创世纪22章15节到18节，上帝就是对亚伯拉罕说，上主的天使第2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。上帝说，你既然做了这事，没有把你的独生子留下来不给我，所以我指着我自己的名发誓，我要赐福给你，要给你许许多多的子孙，像天空的星星，像海滩上的沙粒那么的多。你的后代将征服敌人，地上万国都要因你的后代蒙福，因为你遵从我的命令。像这样甘心乐意的奉献是上帝所喜悦的。但是呢，我们如何表现我们爱主的心志呢？特别是现代的我们，并不如亚伯拉罕的时代一样，可以直接见到上帝。根据圣经新的诫命，主耶稣基督的教导，你们若彼此相爱，众人就因此知道你们是我的学生。是的，爱人跟爱上帝是同等的重要。基督徒也因着尽心的爱人来表达自己甘心乐意的爱上帝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9节到12节，关于彼此相爱的事，我用不着写信跟你们讨论。上帝已经教导你们要怎样的彼此相爱，而你们也照着这个教导对待全马其顿所有的信徒。但是弟兄姐妹们，我仍然要劝你们要更加的努力，立志安分守己，亲手做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，正像我们从前劝导你们的，好使你们得到非信徒的尊敬，也用不着依赖别人的功绩。诗篇47篇，万民啊，要鼓掌欢呼，要高声歌唱，颂赞上帝，要敬畏至高的上主，他是大君王，统治全世界。他使我们征服万民，他使我们统治万国。他为我们选定了居住的土地，
作为他爱子民可夸耀的产业。上帝在欢呼声中登上宝座，上主在号角齐鸣中升上王位。来吧，我们来歌颂上帝，来吧，来歌颂我们的君王。上帝是全地的王，我们要用诗歌颂赞他。上帝坐在神圣的宝座上，他作王统治万国。列国的领袖集合，跟亚伯拉罕的上帝的子民在一处。所有的战士的盾牌都属于上帝，唯有他在万有之上。谢谢主施恩给我们，应许保守并赐福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愿意甘心乐意的奉献，从真心、尽心、尽力的爱人，来表达我们甘心的爱主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